又係我荃灣 Elisa。咁首先今次嚟介紹嘅就係我哋 MC2嘅按摩槍，有兩隻款，有啲咩分別呢？其實係一隻會發熱，一隻唔發熱嘅。而發熱呢一款呢，係有4個唔同嘅檔位可以使用嘅。而佢兩隻款有啲咩唔同？就係呢一隻嘅按摩頭就會比較闊身啲啦，範圍大啲嘅。咁然之後呢，另外呢一隻款呢，唔熱呢一隻款呢，佢就會比較集中啲，你會見到嗰啲頭呢係會比較細啲嘅，集中啲嘅。咁如果你可以揀翻，究竟係勞損啊、肩頸痛定係抑或係普通酸痛去處理翻？咁然之後，佢哋兩隻都係會可以長時間運作，就係可以去到3至5個鐘嘅。咁所以非常之適合一啲即係痛症比較多啊、肌肉緊即係好緊繃緊嘅人士去購買。同樣佢哋都係有1年嘅保養，所以有需要就可以嚟我哋嘅分店嚟試下啦。